第7章，有法利赛人甲几个文士对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迄位聚集，因捌看见伊伫学生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无洗的手食饭。原来法利赛人甲犹太人拢恪守古早人的遗传，若无详细洗手，就无食饭。对鸡市顶来，若无脏水，就无食饭。也有一寡别的规矩，因历代恪守，就是洗杯、罐、铜器这个物件。法利赛人甲文士问因讲：你的学生为什么无照古早人的遗传，用俗手食饭呢？耶稣讲：以赛亚指着恁假冒为善的人所讲的预言是无错的，亲像圣经顶讲，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因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示人，所以拜我也是空空。恁是离弃上帝的诫命，恪守人的遗传。佫讲，恁真正是废弃上帝的诫命，要守家己的遗传。摩西讲，着孝敬父母，佫讲，咒骂父母的，的确治死。恁反转讲，人若对父母讲，我所着封互恁的，已经做国语版。国语版就是强宪的意思，所以恁就毋免拥允伊，佮奉养父母。这就是恁承接遗传，会上帝的道理。恁佮做真多这款的事。耶稣佮叫众人来，对因讲：恁拢要听我的话，也着明白，对外面入去的袂会误会人，只有对内面出来才会误会人。耶稣离开众人入厝，学生就问伊这个譬喻的意思。耶稣对因讲：恁也是安尼袂明白吗？敢毋知凡那对外面进入的，袂会拍拉三人，因为毋是入伊的心，就是入伊的腹肚，佮落到厕所内面。这是讲，逐项的食物拢是清气的。佮讲，对人内面出来，迄才会拍拉三人，因为对内面就是对人心内发出恶念、孤合、偷窃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怨妒、放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歹，拢是对内面出来，佫会拍拉三人。耶稣对遐起身，去吹罗西顿的境内，入了一家，毋愿意人知影，却稳囥袂牢。当时有一个妇人人，伊会说查某囝互乌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拍伫伊的骹前。这个妇人人是希利尼人，属苏利腓尼基族，伊求耶稣赶出迄个鬼，离开伊的查某囝。耶稣对伊讲：互囝儿先食饱，毋好摕囝儿的饼ฮ็互狗食。妇人人因讲：主啊，无错，总是狗伫倒下，也食囡仔的喙济。耶稣对伊讲：因为这句话，
你倒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，伊就倒去，看见细囝倒伫床顶，鬼已经出去啦。耶稣阁离开催罗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对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有人带着一个臭气大舌的人来见耶稣，求伊换手伫伊身顶。耶稣带伊离开众人，到一边去，就用砖头探伊的耳孔，配烂抹伊的舌，仰天吐气，对伊讲：伊发呆，就是讲开啦。伊的耳孔就开啦，大舌也透啦，讲话也清楚。耶稣吩咐因毋通甲人讲，总是伊若吩咐，因若传扬开，众人分外稀奇讲，伊所做的事拢好，伊连臭气的也互因听见，下狗的也互因讲话。